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古早有一句话讲：嫁了跋筊翁，欠长内度嘛无彩工。这是讲到翁仔某两个人共心有偌尔重要。若是讲其中一个人抽后骹，安尼就较无法度成功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长，大长的长，读长长第5条。读长这是读鼻音，长就是咱腹肚内消化器官，有消化甲吸收的功能，咱讲是长长啊。一般会含胃做伙讲，咱讲胃长。另外长嘛会当比如做一个人的肚量，咱讲是腹长。若是一个人真有肚量，咱讲伊腹长真宽。颠倒边就是腹长真矮。另外腹长嘛会当讲是肚长风肚。这日文音读做长加强，像讲假肉灌入去到猪肠啊做的食品，咱讲是烟肠，嘛有人讲是灌肠，有人讲是烟前，啊那前就算是俗音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欠长内度，意思是讲一个人生活足求欠；第二个词读做直长直肚，意思是讲一个人的个性真直，有话直接讲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普通时欠长内度咧过日子，朋友要来甲伊转西借钱，伊就直长直肚有话直接说，讲伊现金寄入股市，手头无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文音读做强甲长，鼻音读做长，另外还有一个俗音读做前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